再来看高雄真定一栋大楼昨半暝着火，有一个富人人哦，甲电动车的电池摕入去厝里充电，结果电池着火，这个富人人的后生甲查囝嘛烫伤送病院。 电池烧甲壳扬起变乌炭，风看了心惊惊。高雄真定民权二路一栋大楼，初五暗时发生火灾，原因是一个妇人将电动机车的锂电池摕去厝内充电，结果充到一半，电池煞起烟烧起来，佫徛好疑似听到爆炸的声音。爆炸的声音很大声吗？蛮大声的。就是楼下一层的那个垃圾桶都被震飞了。 大楼的徛好风请落来1楼等待，事故嘛造成妇人的后生查某囝分别因为伤手、甲面烧烫伤送病院。消防同仁上楼查看时，于房间有发现电池稍微冒烟，后续将其移至厨房水槽，持续降温。 电动车电池因为充电等原因着火，毋是第一件。业者表示，电动车的电池网络就买得到，但若买到品质无好的电池，虽然价小可能俗几千块，但品质恐惊无保障。另外，电池使用期限通常是3年到4年，电池伤久还是弄着嘛可能造成着火。起火燃烧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将整颗电池用容器，然后 丢到水里面这样子，或者是使用防火毯下去做阻隔。业者表示，若发现电池外壳有灰尘，还是弄到的粉质，也是电池有碰起，还是奇怪的味，可能就是电池出问题。提醒民众一定要将车送转去原厂，还是车行检查，确保安全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